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大陆冷气团落南，台湾各地愈暗会愈冷。气象署指出，讲明仔载到拜六，新竹苗栗地区上低温恐惊只有5度。台股冲破3万点，台积电贡献740点，也毋过上千支的股票拢落价。台积电的协议案嘛追加起诉一个内部的工程师。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昨伫纽约的法院出庭，伊无认罪，强调讲伊犹原是委内瑞拉的总统。来看今仔国内大陆冷气团开始落南，台湾各地愈暗会愈冷。气象署嘛指出，讲明仔载到拜六都会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所以早暗的温度是拢真低哦。伫新竹苗栗地区上低温哦，恐惊只有5度。这波冷空气哦算是较大冷，所以你个暝温差会真大，要爱特别注意。拜二透早体感温度比拜一搁较寒，气象署讲，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天光的时上低温出现伫台南南西，只有8度尔。若其他的地区大部分拢有12度至14度左右，刷落来愈暗会愈寒，会一直寒到这礼拜六、7、10。因为冷空气还在影响，所以整体上来说高温上升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其实白天的高温大概就是介在15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大概在20度左右的情形。但是到了入夜之后，都是一个比较明显偏冷的情况。那在9号、10号这2天呢，虽然冷气团是开始逐渐的减弱，但是因为辐射冷却效应还是相当的明显哦，所以在早晚其实气温上面还是比较偏低哦。气象署表示，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温度较低，但是也未到寒流的程度，所以这几天各地区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一直到拜六礼拜，受东北季风影响，遮方面的地区才会有雨水。各地大致上就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到了10号之后呢，10号晚上之后，因为有下一股的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水汽稍微增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一个降雨几率有稍微增加哦。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因为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效应。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会增大，未来一礼拜拢要细腻、深夜甲天光的低温，也提醒新竹苗栗的地区要注意有可能会出现5度左右的低温。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今仔全台湾平均上低温哦，是伫台南的南西，敢若8度尔。中南部佮比北部较冷哦。最近南西做啊长个收，沿海嘛饲真侪沙白鱼，农民佮渔民拢有做一寡防寒的准备，嘛惊讲会影响到收成。一粒粒青艳艳的纸啊，挂伫咧树丛顶面，即阵当要采收期，像这大出的品种，雪梨、甜度悬，口感佮脆，伫市面上真抢市。另外，新品种9号新币王，平均甜度18度以上，感款卖甲真好。南西个人讲，经过1年元气恢复，今年产量真稳定。毋过最近颠倒天气变较冷，应该来当甲已经黄的先慢落来，还未到分的，就喷水来调节气温，较袂伤寒，受到损害。我们还会抽取一些地下水来灌溉我们的土壤，然后让它保持一点湿度，那让水去调节它的温度，不会让它也是降温那么快。同款若伤寒会受到影响的，也有放出来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来报道，台南沿海未少温啊，寒咧寒流来，规窟甲收成起来。另外，鱼伫北边会压雨棚来挡风，卖互鱼窟啊加温。若沙白鱼惊寒，沙白鱼仔嘛袂堪这水冷。安南区鱼仔场嘛有打风寒病。表面的水温比较低啊，底层的水温会比较高。加高水位的话，鱼会比较有地方可以避寒。这摆冷气团寒死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七日全台平地上低温伫台南南西，敢若8度，中南部透早体感温度，甚至比北部更加冷。气象单位提醒，这波冷气团影响时间有较长淡薄啊，按算拖到拜六透早。除了辐射冷却的影响外，这个也和南西区周围的地形有关。当地两侧的地势较高，冷空气容易聚集，不易散开，因此气温特别低。这个礼拜5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会稍微的减弱。面对冷气团，农渔民拢带咧等，因拢希望会当平安度过，也个会当有好的收成。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进前表示讲，要提案修正《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要改名做《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关系条例》，有超过20个立委联署。昨昏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是讲，林义景已经主动提案了，也毋过林义景是伫面册表示讲，这案根本就无成案，批评讲拿赢是个生话。民进党立委林义景顶日伫面册有告，会提案修《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三读原条文中国家统一前顶一样，得到超过20位立委联署。也毋过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采我透露，林义景主动提案，也毋过林义景透过面册回应，无成案按照提案批拿亚左摇。那昨天林义景委员也对外清楚的说明，这个议案其实也还没有正式的列案啦，所以也没有撤案之说。任何的议案在未成案前，甚至成案后，都势必要经过充分讨论的民主程序。林义景拜一透露，法案上新进度有有当人想要联署，也毋过因为法案牵涉范围大，真侪条文，爱地的变动也需要时间。也毋过罗志强执期拜一到到技术处确认，上案登记簿的记录虽然放擦掉，又还当看出相关日子，佮较反问林义景什么时阵佮上案？它的图的那个袋子涂上去，你知道大家知道立可带涂上去是不会看不到哦。那如果林义景还要否认的话，那没关系，欢迎他提告。你已经20个人联署，其实人数已经够啦。那你的两国条例要不要再送出来？现在虽然是偷偷的这个撤案，可是来讲，这对民进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请民进党好好想一想，人民要你做什么，不要只有每天都在意识形态上面打转。不要每天只有在抗中保台，在抗中的同时又不保台。其实类似的两华条例修法证据，不是头一摆。民进党立委蔡英文伫2020年也捌提案，三读国家统一的一样。迄当时修正案伫法院一头通过了后，交付内政委员会审查最后，蔡英文家己退回提案，讲时间点上危险，有义务避免台海局势失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接见欧洲议会今年头一个来台湾的访问团，总统是真感谢欧洲议会通过真侪项友台的决议，嘛真坚定支持台湾参加国际事务。另外，今仔互中国制裁禁止入境中国的日本议员赵平，今仔早起嘛飞到台北咯，伊嘛伫松山机场发表谈话。要求小姐问日本卫生会参议员习平来到松山机场，台湾基进党、台联党、台湾国等等政党甲团体去机场甲伊迎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我进行制裁，不允许我入中国的国境，禁止我入境。那么我今天能够顺利的进入台湾的国境，进入中华民国的国境，这就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后续习平会参加印太战略智库举办的研讨会，甲台湾、日本的学者也有政界的人士，就台海安全等等的议题交流。为了深化国际交流，总统赖清德接见由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凯勒带领的欧洲议会议员团，这嘛是欧洲议会今年头一个访问台湾的团体。总统致辞的时阵，嘛感谢欧洲议会这年来通过真侪项友台决议，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面对中国威权主义长期的军事威胁、灰色地带侵扰以及外交经济胁迫等复合式挑战，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认。那就是除了再次印证和平靠实力的铁律，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够抵抗威权主义对外扩张，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 We hav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latest belligerent and aggressive posture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practiced a week ago around Taiwan. This is as such a provocation and an unacceptable attitude that endangers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across the strait. 访问团伫台湾的期间，除了会拜会立法院、国家安全会议、陆委会等等的机关，嘛会甲咱国产官学界代表就反制假信息甲网络攻击、全社会防卫准绳、台欧盟经贸合作、印太区域两化政策等等的议题来座谈，嘛会安排去金门参访，了解台湾的国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外省员权益保障甲外省平台管理法，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规定讲一单至少就要有45块，嘛要有一案保险申诉的机制，让外送员有基本的保障。外送员工会嘛望讲，平台业者就要赶紧甲外送员来展开协商。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制定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落推通过，正式宣告外送专法三读通过。法案名叫《外送员权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法》，明定建立上架收金。每段外送期间，除了换算时薪了后，袂当比上架工作时薪1.25倍加。每笔订单收金保底45块，当年也会是上架工作时薪调升比率公告调整。完善了保险与申诉机制，让跑单更有尊严，不再是赌命。第二，保障商家与消费者透过定型化契约杜绝养套杀。外送员拥有不受干扰的离线权，平台不得随意解约，强制平台应负担基本的职灾跟商业保险。另外，法案也设立职安保险契约公平的申诉机制等，包括业者爱替外送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借钱险。若外送员甲店头消费者发生争议，业者爱成立独立小组受理申诉。另外，外送员死亡也是当伤断鱼，业者爱伫8点钟来通报，若无会当罚款30万。外送专法三读通过。韩国瑜调解立委也伫法案通过了后，甲台中市外送平台服务产业工会同齐翕相，留落历史性的一幕。工会表示，外送专法通过，替外送员画出清楚的保障底线。因为长期以来，外送员没有保障，不管是停权或是申诉等等机制，尤其是报酬的部分，其实都是完全被平台做掌控。未来我们其实会去落实跟去追踪。劳动部表示，外送专法注重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头权益三大面向，工会呼吁业者赶紧展开对话，真正落实制度，改善外送员工作处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针对台积电的涉密案，台湾高检署已经起诉单入面顶3个工程师。调查嘛，佮发现讲，佮有一个台积电细单的工程师嘛涉案，已经互升压。检方今仔嘛对家起诉这个细单的工程师，各处8档8个月有期徒刑。另外，检方嘛发现讲，单入面的顶司当家为了公司泄露的主管，佮去提调混乱的资料，要来暗砍证据。检方嘛对伊求刑1档。台积电漏泄秘密案继续烧，高检署伫2005年8月起诉当家威力科创的工程师陈立明，和台积电工程师吴炳俊含一并了后，检方持续追查，想要厘清当家威力科创敢有符合尽力为了防止行为要件。结果发现讲公司的云端硬碟内面嘛是各有台积电14台币以下制定的关键技术。进一步讲问陈立明，伊除了承认犯行，佮讲出另外一个台积电细单的工程师嘛是共犯。另外检方嘛发现讲当家威力科创泄露的主管。嘛伫案发了后，甲陈立明传的机密资料台独，涉嫌消灭证据，已经构成妨害刑事案件的调查，专案针对陈立明细单的工程师泄露的主管，依法对家起诉。台积电泄密工程师被求处重刑哦，那这是相当罕见的，所以要能够达成这样的泄密案，可能要好几工程师一起合作，可能也会牵扯到勾连的这些的厂商。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指标的案子。无受到刑事案件影响，台股同款是烧钱滚滚。初六台股是开低走悬，开盘29933点，收入来震动走悬。早盘的盘中，阁到上悬的30471点，连续2天下过3万点的弧顶。另外，电子宽达股台积电同款是创新高，盘中起到上悬1695块，市场关注有可能变作垃圾盘。昨天看起来当然就是一个垃圾盘哈，因为呢，台积电一枝独秀，然后其他的个股上面大概有1300档的股票是下跌，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呢，今天表现却非常的强势哦，所以看起来这资金都还在。观察初五台股的成交量，加计盘后冲破8000亿，创史上新高。不过外资对买转卖，卖超76.43亿。分析师认为讲，盘面大起是正常操作范围。另外学者警告讲，市场畸形化严重，未当大意。不过我们的畸形比他们严重，就是我们的这个贫富差距比他们拉得更大。电子业以外的产业啊，让它迅速的 AI 化，提升它的生产力。
这是关键。学者分析，因为电子出口真旺，带动台票大起，台湾的传统产业颠倒受到打击，应该加速转型，避免出现产业资金严重无平均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昨冲破3万点哦，敢若是富国新山台积电就贡献台股起大约740点咯。虽然指数是大起，也毋过昨哦计共是有1398支的股票拢落价，尤其是传统产业的表现拢无介理想，所以有学者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想办法来协助传统产业。伫富国新山台积电强势带动之下，8月台股头改冲破3万点。毋过盘后法人估算，台积电贡献大波大起将近90%，同时间就市规有1398支的股票受乌，形成指数大起，各个拢涉的对比行情。民进党立委李坤城呼吁财政部，台股应该避免变做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你看今天虽然是涨到3万点啊，但是下跌的比上涨的家数还多啊！是，对啊，是，所以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协助那些比较相对比较传产的这些产业啊，能够持续来升级。有学者观察，目前台湾市场出现产业两极化的现象，除了 AI 股价大起，其他传统产业的类股表现拢无啥好。学者表示，这和美国对顶关税有关系。目前台湾出口除了电子业唔免扣税以外，传产和美国扣甲真重。上受影响的就是工具机、机械、高经业、塑胶等等。目前台湾有7000多名的劳工咧放无薪假，拢是传统制造业较侪。我们台湾的无薪假的人数，也是从年初大概2-3千人，那现在呢最高上升到9000多人，那现在有点跌下来，但是还是有7000多。其实我们传统产业，它不要说营收获利在创纪录，就是它连那个基本的经营可能都出了一些问题。那员工呢，薪水都受到了影响，那更不要说他的股东了。学者指出，以机械业来讲，台湾上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日本和美国扣15%的关税，不过台湾是20%。在咧关税方面，咱就较吃亏，所以唔免想讲传统股票会起。学者建议政府，目前传统产业因为营收较少，遭受严重的金流限制，认为政府应该协助因渡过短期的难关。记者陈雪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云林县倒落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甲伊的女朋友因用毒品向少年人做诈骗的车手，被害人是有超过230个人，诈骗的金额嘛超过1300万。检方是起诉计共12个嫌犯，也毋过这个姓杨的主嫌已经落跑，嘛已经向法部通缉了。经过长时间搜证，警方摕搜索票弄入去云林倒落一间租的透天厝掠人，当场将诈骗集团带头姓曾甲姓李的查甫人掠起来。这个诈骗集团专门吸收少年人加入犯罪组织，来做替人领黑钱的车手。在云林县辖内大量提领赃款，该集团以毒品、债务诱骗控制年轻人加入该犯罪集团，其后该集团成员在云林县辖内大量提领诈骗赃款，总计经清查有232名被害人。云林地检署表示，检察官侦办诈骗车手案的时，另外发现县内姓杨的查甫甲伊的查某朋友组织毒品浸泡甲诈骗的集团，伫倒落市内租厝做据点，对113年5月开始，以假税厝、假交易甲高薪的头路，伫个网络进行诈骗，再由车手伫个各地银行领钱超过13万。13年10月份，指挥警方进行攻坚，在该犯罪集团据点内扣得现金161万、提款卡50张、毒品及枪支等作案工具。本案业经侦查终结，以加重诈欺、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予以提起公诉。地检署表示，这个犯罪集团大约10多人，年岁伫个20到30岁之间，但是因为被害人真济，爱一个一个清查。伫个114年11月侦查结束，将相关被告总共12个人提起公诉，但是姓杨的主嫌也未到案，已经依法发布通缉。公视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北检侦办泰资集团跨国洗钱案，暂时发动第6波的搜查，嘛约谈台北市信义区一间正出名大公粉姓陈的店家头家哦，伊的哥哥嘛到案，检方警嘛查出讲，因是协助泰资集团洗钱。伫获审了后，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是以160万交保，伊的哥哥洪胜亚。
这案件佮继续在传烧，检方目前已经约谈超过40个人了。大批警察攻坚抓到几个嫌犯，而且有帮派背景。这个会防抓到是因为涉及诈骗。国内黑社会串联组成收水集团，背起柬埔寨标诈欺的业务，配合境外调中集团，协助伫台湾收诈骗的压榨钱。经过洗钱洗做加密货币，目前已经有5个人报案，因为网络交友或者是假投资强骗，损失超过600万。由柬埔寨的机房先诈骗被害人，那再利用帮会的人力，将赃款多层交收，再以购买虚拟货币的方式制造金流的断点。经过几个月的侦办，发动4波的查缉，警方抓到22个人到案，依照封条例定罪嫌以上。不过早期犯罪向企业化经营，分工变甲真有路，亲像太子集团下国早期洗钱的案件，台北地检署阁发动新的1波的搜查。找到这个行动已经是第6波的搜查。姓陈的兄弟互约谈，因伫台北市信义区经营真出名的雪茄馆，互指控变作是太子集团洗钱的据点。经过检方核实，负责人160万交保，因阿兄去互承压。这种以合法的感觉去掩盖非法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这是组织犯罪发展到一个极成功样态的时候的一个表征。这时候当然警方的敏感性就要很高，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就要往情资掌握这个角度下手。台北地检署调查专案为去年11月份开始发动头1波的搜查了后，2个月时间密集约谈超过40个人，发现有牵连的嫌疑人甲涉案的据点愈来愈多，而且有未少是采企业化的经营。嫌犯透过合法来暗砍非法，增加查缉的难度。规个调查的行动目前还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加上这加工食品恐惊影响到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嘛警告讲，加工食品可能会增加治疗慢性病的几率。咱国监察院一份调查报告嘛指出讲，咱国内目前的食品标示制度是无法度来分辨食品加工的程度，嘛无警示哦。因是指南手册嘛已经超过7档拢无更新咯，所以监察院是爱卫生福利部得爱检讨改进。未少人爱食美国挂包马铃薯条，不过这款食品有人真侪人工添加物，互人归类做超加工食品。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超加工食品恐惊增加致慢性病的几率。我国监察委员陈秋瑾甲蔡宗义日前发现，国际上已经有真侪国家强制规定食品警示标志，卫福部现行的管理规范已经无下时，应该重新检讨改进。澳洲跟纽西兰，他们是用健康之星，用半颗星到5颗星来标示。譬如说，一样的洋芋片或一样的这个东西，他们的健康程度不一样。监察院指出，卫福部对超加工食品高大也未建立系统性定义甲管理结构。现行食品标示制度对辨识食品加工程度正歹互人理解，也欠缺警示作用，不利民众知情权。目前智利甲墨西哥等国拢有警示超标成分，建议会当参考国际做法。营养师也提醒，超加工食品包括汽水、马铃薯片、饼、泡面、烟尘、汉姆、沙拉饮料等等，那民众长期食可能会互心血管致病风险提悬。那长期摄取过量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肥胖或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甚至会增加像乳癌、胃癌、某些癌症的一个发生几率。委员建议参考国际间部分国家做法，对于食品的营养资讯，辅以红、黄、绿图示揭露。食药署将依据健康署邀集营养专家讨论结果后，据以修订上述指引。另外，调查报告也说明，国健署编写的每日饮食指南、国民饮食指标手册，指南重点也伫应该爱食什么食物，欠缺高风险食品的说明。针对超加工食品也无关注，相关营养手册已经超过7档无换新，也请卫福部研议处理，提升民众健康适能。目前卫福部现有的食品警示，包括现做饮料，只要有加必因，拢需要标示含量，标示红、黄、青3色，互民众个别是参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房地产的景气下冷，去年的成交量嘛减少。有房地产的业者就预测讲，今年2026年一个较热的2北区、2塔区，厝价可能会修正1成左右。另外，今年台价空间嘛应该较大。
最近邦市的交易是明显转冷，在现代人和国际政治情势相中影响之下，要起是降温甲真紧。2025年全台邦市交易量是持续一直缩，不过对真侪民众来讲，邦市虽然冷，实际去看厝出手的人变少啊，但是厝价却无明显变动。我觉得我负担不起，应该大部分人都负担不起。对啊。怎么说？啊？怎么说呢？我收入应该还可以吧。短短2项有测，央行拍房的政策，在第期内是未放量，全年建物的买卖以转动数同款来维持差不多26万栋。算落来，2026年邦市的走势是偏向温和，差个上过头的2北区和2卡区，厝价有可能出现差不多1成的修正。另外2人区的部分，继续会当讲的空间有限，估计差不多在5%遐。其实到了年底，去年年底来讲，或者今年出来看的话，其实都蛮吻合这个预测了啊，就是买气断了，量是缩了然后这个价格是持平，价格是没有什么动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对央行在观察这东西的话，它也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要注重当是预估，2026年的交易量会和去年同款，维持量缩继续小可落的状态。不过对要家己大有刚性需求的消费者来讲，会当讲价空间变大。去年整体的交易量大概26万多栋，已经创多年来的新低了。那今年因为政策没有改变，限贷令一直维持的，对于买方在贷款上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度，所以基本上交易量应该也不会很好。市场的氛围是明显专家愈保守，在邦市降温之下，买方观望，买方持续甲继续挡伫遐的状态，嘛阁会继续落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内政部统计，去年出世的婴仔是无到11万人哦，比前3档阁减少2万外个。面对台湾的出生率这么低，有教师团体就呼吁教育部应该要赶紧趁这人口转型的时机，来收回降低班级人数，提升教育的品质。台湾当年出世的囡仔愈来愈少。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5年前11个月才9万多人，民团有过几年恐惊无到11万人。因也指出，教育部法定的班级人数普遍伤悬，佮以都市学生多做理由唔降低，唔让师生变悬，爱顾的学生多。虽然地方政府伫咧部分阶段学制有权利调降，不过地方嘛拢对中央的卡步，民团呼吁教育部赶紧修法。到现在，一般还是法定30个人。那已经接近要迎来这个半世纪哦，半世纪的班级人数都没有调降。那既然会讲说要等人口比例下降啊，因为他说都会区降不下来，那我们必须说，如果都会区都降下来，台湾是不是就准备要人口灭亡了哈？民团呼吁教育部应当走向政治教育，国小的班级人数爱对29人降到24人，国中30人爱降到25人。公私立高中目前分别是34和44人嘛，应当爱调降，改善教育品质。另外，民团嘛指出，根据因的观察，这几年伫咧普及共用的政策下底，愈来愈侪集中式特教班的学生身心障碍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像主管班和集中式特教班等等的师生比嘛，也是相关。的正班全班是1:8，可是很遗憾是说，其实即使到113年，我们的人员进入办法重新修订之后，真正有1:8也只有国中阶段，其他的阶段分别是15、10人，是完全没有去考量到现在我们普特共融的一个深化，以及孩子所谓的特教需求越来越多的状况下，那么在师生比上面应该要做一个适当的调降。民团呼吁教育部除了修法，事实上，若准无通减少班级人数，嘛通增加老师、增加编制来降低老师的上课时数，也有真侪配套通处理。莫阁继续等到招生化愈来愈严重，再来推动政治教育。记者刘长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要过年咯，创世基金会是讲，今年因为天灾佮有景气的影响，去年的小笔捐款是减少5万外币。其实唔拿创世基金会其他的社会团体，因的募款嘛拢有受到影响。传祝福。而且有名的艺人黄连辉来做团内大使，则会呼吁各界慷慨来斗三工，帮助弱势。当年过年之前，创世基金会拢会办理限时食饱的活动，透过送礼到厝的方式，让弱势民众有机会来慰劳。不过创世基金会嘛讲，去年小额的捐款是减5万外币，限时食饱活动的经费嘛，敢若无到5成。有蛮多我们长期的支持善事，还特别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啊，不好意思，今年的状况真的
比较不好，他们自己也苦哈哈，所以可能捐款的金额变少了。社会团体嘛讲，去年几年，唔那是美国关税影响景气，各防灾等因素，服务款的工作并不顺利。我们整个的捐款呢是有衰退的状况，那目前呢募款目标还缺40%，那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来多加协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呢能够守护更多的独居拾荒的弱势长辈。在那个波动当中，很多人就会把一些不是一定要必要的开销做一个终止，让他在说服让这些人再回到这个支持这些社福团体的动作上面，其实都需要再多花一些时间。亲像创设基金会40年以来，服务是超过18000外家庭，尤其照顾植物人和同症家庭，医疗支出真大，才需要社会各界斗相共，减轻长照的负担。其他社会团体是同款，因为募款减少，对推动的服务造成影响，呼吁各界发挥爱心，帮助弱势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司法部是以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4项的罪名起诉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上严重是被判终身监禁。在美东时间1月7日中昼，伊是被带到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头一摆出庭，伊无认罪，强调讲伊是一个正派的人，佮犹原是委内瑞拉的总统。伫相机内底是马杜罗翁仔某，因对纽约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进入曼哈顿。马杜罗甲伊的看守穿加甲发的卡其小套装，感觉色的鞋仔、双脚拢磕开，佮来互转压起装甲车送去法院。这个路上警方设下真侪路障，法院附近的重要区域也禁止行人通行。高度戒备的议案，都是为着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头一届的审判。主审的法官是即马92岁海利斯坦。专门审恐怖主义、甲国安等等重大案件。根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马杜罗过去25年滥杀利用公职，严重贪污，并且走私大量的毒品去美国，主要是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4项罪名。伊的看守嘛要面对走私阴谋罪等等侪项罪名。不过马杜罗甲伊的看守不得律师拢伫法庭坚持家己无罪。马杜罗佫讲家己犹原是委内瑞拉的总统。Typically, the head of state can't be prosecuted. Now, an important caveat is it ha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as recogniz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法庭上，马杜罗翁仔某拢表示家己是互绑票来的。马杜罗做大量的笔记，不得律师是要求做医療檢查，因為美軍掠人的時，伊的鼻仔骨可能有骨折，或者是嚴重的烏青。規個審判大約8點鐘，後一張聆訊是3月17。I don't think there's a deal to be had in this cas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duro, given how defiant he was in court today and the fact that any plea would effectively be a life sentence in federal pris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針對川普這場跨境的軍事行動，8國的元首敢有違反國際法，還是聯合國憲章？美國的法律專家表示，按算司法部會提出的觀點是，美國對任何將毒品輸入美國境內的人，攏有司法的管轄權，無論伊敢有美國籍。然而，馬杜羅的律師普拉克捌擔任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松基的律師，伊講會提出大量的文件應對法律的挑戰。一般料準講，馬杜羅可能會以外國元首有刑事豁免權做理由，要求撤銷對伊的指控。There's case law going back to the 1800s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said even if someone is unlawfully kidnapped and brou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long as the underlying indictment is valid and there's evidence to move forwar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ffect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s. 因為為咗防止非法的資產外流，瑞士聯邦委員會也發布聲明表示，已經凍結馬杜羅在瑞士境內所有資產，並且即時生效，有效期間是4年。公司新聞紅如梅編譯。過來消息來看，中華大春鄉昨暗絕死5個婦人人，一條倒擺經過東美路，也唔過說規個人倒頭在卡伫個準高的樹仔頂哦。警消趕到現場的時，伊個人已經是當上烏卡咯，送病院嘛救無回來。即馬車禍原因愛個調查。準高邊的樹仔頂有一位婦人人，就安尼倒頭在卡伫個頂懸。8日暗時6點外，佇中華大川鄉東美路甲山腳路79巷附近，一位姓吳的婦人人騎奧多擺經過遮，毋知影什麼原因，先家己去弄到路邊的樹仔，規個人才閣倒頭在卡伫個準高邊的樹仔頂。黃姓女子騎乘一部普通重機車沿東美路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事故地點時發生自撞，入樹後，黃女跌落鍋具旁的樹上。
警消接到报案，出动2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甲6个消防人员赶去现场处理，利用吊钩啊救人。但是这位负责人伤势严重，人已经乌卡，遂送去病院急救。那我们到了之后，马上利用拐腰车吊臂，那将人下放，并用三角巾吊带及拦式担架，那将稳固，然后再拉上岸。那再交由救护车送医。到院时成为欧卡状态。那经急救回来之后，经检查发现有脾脏破裂，还有左侧的6到12根的肋骨骨折，以及血胸，另外还有左大腿的开放性骨折。这位受伤的负责人先送去关林基督教病院急救，再搁转移去中基，但是因为伤势伤过严重，人嘛是救无回来。详细车祸原因也搁需要等待警方调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县体育馆的厝顶当个装太阳能板，也毋过所有人看到工人拢无绑安全绳啊，就伫厝顶行来行去，实在是真危险哦。县政府嘛已经认定厂商违规，要求爱停工，嘛要处罚。工人行伫8楼馆的厝顶施工，手头阁摕着太阳能板，详细看身躯顶疑似无绑任何安全绳啊，看起来实在足危险。这是新竹县体育馆最近当咧进行太阳能工事，影片流出来了后，施工人员赶紧出面澄清，讲是民众误解。我们拿东西有时候这个太阳能板单手，因为当然重量不会很重啦，可是这边新竹的风还是有，所以要2手搬着，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就是挂在那个我们那个安全绳的上面。那如果说我把绳子放在铺好的太阳能板上面，它就看得到了。不过新竹县府知影了后，有去了解，确认当时工人无绑安全绳啊，在咧施工，已经要求停工，嘛依法对厂商进行裁罚。县府正在进行体育馆屋顶的太阳能光电工程，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厂商立即停工。后续我们也会依照契约，将施工厂商依照劳基法移送相关单位进行裁罚。根据规定，伫2公尺悬以上的所在作业，为着施工人员的安全，拢应该做好安全保护，还有安全网啊，也是安全绳啊等措施。若无，就是违反治安法相关规定，会互人处罚。新竹县府呼吁施工单位，千万唔通为着一时方便就疏忽去，请雇主一定要落实职业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彰中道伫屏东的内部有一台货车半路倒火哦，经过屏东客运的驾驶甲路边的民众是赶紧来斗相共拍火，这个真好心的客运驾驶嘛，互网友真娱乐。你到底遐冰去呢？无，我一台3吨半的货车，车身起烟停伫路边，几来位民众手拢摕着灭火器，准备斗拍火。货车司机讲，初5中昼出门要载货，结果货车驶到内埔光明路开始起烟，烟愈冲愈大，拄好路过客运驾驶甲路边金纸店的头家，赶紧摕灭火器挖过来斗相共。引擎那个线路啦，线路被那个老鼠呀，老鼠。咬断你换了，他拿2只，然后我赶快拿2只，不过他那些沙类啦，相对来把它打开侧头，它喷水了。当事人足感谢斗相共的民众，尤其是屏东客运的驾驶，伊当咧走车，看到货车出状况，赶紧把客运驶到路边停，向车顶的旅客讲要去斗拍火，就摕灭火器落车。这个行为嘛，互网友娱乐，希望客运公司会当甲保障。有看到明我们驾驶员二话不说，就立即帮忙了。直到把那个明火灭掉，我们驾驶员才继续开往水门那边。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我们有立即处理，办签呈给上级知道这件事，当然一定会给这位驾驶员一个奖励。这名热心的客运驾驶姓刘，拢是走屏东往内埔水门的路线。因为客运公司每半年拢有做消防训练，伊当时看到就赶紧救火，落尾消防人员到现场接手，才总算把这件意外收煞。然后所以这台客运马上停下来，然后灭火器借我。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2024年0403大地震，花莲的灾情是真严重，受到红单就爱拆掉的福益金华的6栋大楼，最近已经准备要拆了。也毋过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县政府是要求附近有25户的厝边就爱先搬走。也毋过有部分的住户对租金的补贴有意见。
控诉扩散地震了后，花莲风力安单爱拆除的大楼，目前只存中和街的福业建华6栋大楼，因为考量安全因素，拆除工程进行的时，4科会会有25户爱暂时搬离，会互因租金补贴。我们临时安置，我们就抓工期6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有一个租金补贴。好，那另外呢，我们对于红区的部分，因为它要做一些临时安置。可能会有一些搬迁的部分，我们另外有每户3万块的这个搬迁的临时搬迁的费用的补助。官府表示，租金补贴目前规划是3人以下，每个月8000，每增加1人加发2000，上限18000。另外，也会提供安区每户2万的生活不便补贴，加3万的搬迁津贴；列区每户2万的生活不便补贴，感是合理，引起争议。突然要去搬迁，你那个补助，以租来讲，现在的金额应该太少了吧？那政府也说，它是按照过去地震的案例来做规划这个金额的，但是现在的不管是租金、物价以及房源，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拆除工程的部分，福业建华因为北地的拆除难度悬，所以会先吊挂小型怪手甲楼层较悬的大楼厝顶，一步一步向下面拆。等楼层降到较安全的时，大型机库才会进驻总工期，大约是6个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市有民众一间连锁卖真假的店，迄着有鸟鼠啊，伊搁伫网络社群来发文，店家已经先暂停营业哦，要来别大摒扫哦。卫生局嘛去现场稽查，有一寡所在无清气违法，嘛要求业者着爱限期改善。两只鸟鼠啊出现伫连锁高大餐厅的灶骹附近行来行去，民众看到惊一条，刷来伫网络发文，质疑餐厅卫生已经出问题。嘉义市连锁的高大餐厅出现鸟鼠伫店内的状况，门市知影了后，已经先家己暂时停业，要来做消毒清洁的工作。觉得心里不舒服啊，不会想再去消费，就很恶心啊，还是会不舒服了。接到通知的嘉义市卫生局嘛派人去到现场，对餐厅外口的环境佮店内的卫生来做检查。卫生局表示，虽然无看到鸟鼠，不过有发现一寡问题，已经有要求业者限期来改善。场内未发现老鼠。但冰箱有部分物品掉落未清理，食品容器具部分脏污未离地存放，地板不洁等缺失，违反食品卫生良好规范准则。附近的民众表示，这附近餐厅真多，所以加减会看到鸟鼠，只是想袂到会出现伫店内。业者指出，这个门市除了会进行内部检讨以外，会伫1礼拜的时间做3摆清洁消毒。当有通过卫生局第2摆检查了后，才会来恢复营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凤山溪水头有真侪工厂，食废水污染的状况嘛，定定在发生。水利局是表示讲，污染源有9成是民生的污水，有1成是事业的废水。当地是有5万外户的家庭污水哦，佮还未接管。也毋过，都有议员指出讲，去年敢若才4000外户，那照这个速度，就要14档哦，才通完成，这实在是上慢咯。高雄凤山溪破坏路附近大多数拢是徛家，因为家庭废水也未接管排入去污水下水道系统，目前废水拢是排对凤山溪来。水利局表示，凤山溪沿岸家庭废水接管率敢若6成，也佫有5万外户也未接管。地处凤山溪有9成污染源是来自家庭废水。不过，里长认为，若是用污染源的严重性甲排水量来看，工厂的影响性较大。污染的情况，其实食品厂嘛有啦，即马皮革厂是较少啊，拢大部分拢是食品厂啊。我们发现，去年凤山溪长达4个月，从凤仁路富田桥到前镇6个车站，所有的河段呢都是中度的污染。过去我们与中央联手争取2亿元的水质改善工程，水利局应该善用相关设备，结合科技监控。白色的废水排入凤山溪，水面拢是白泡，这是去年11月车电动枪头排废水互查到的画面。有议员质疑，讲家庭废水侪爱接管，不过去年煞干那接4000外户，照安尼算，唔就爱14年接会完。尤其去年开2亿落去整治凤山溪，煞规年拢是重度污染，效率效果拢上歹。对此水利局表示，将会结合即时影像的监控来加强稽查。监测异常时，将异常水导致应变处理设施处理至符合污水纳管标准，再行排放到下水道内。
水利局表示，洪山溪水头工厂这去年经费是针对工厂的部分设专管来查污水，送去洪山水资源中心处理。不过，里长认为，因为废水处理成本高，工厂头排废水拢发唔惊，市府应该爱重罚才会当有效果。记者柯家族教用郭永昌报道。来看新北市中和民乡街有一间铁厝工厂，伫早起7点外着火，虽然是无到1点钟火就拍花咯，也毋过烟是个真大。新北市环保局嘛表示讲，今仔风较细哦，扩散的条件无介好，所以嘛提醒附近的民众出门就爱挂喙罨。另外，环境部嘛提醒讲，今仔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有境外污染物，空气品质嘛是无好，所以民众哦就爱特别注意。早起要8点，新北市议员区洪尧迄条工厂乌烟一直闻出来，还佫着火。出动时，新北市消防局派45台车、85个人去拍火。初步估计，炭烧的面积有400平方公尺。接到通报了后，无到1点钟火就拍花。不过消防人员要继续伫咧找找那抢掉伫咧内底的人。夹层有一个黄姓员工，那目前我们透过中机械在搜索中，初步搜索是完全没有发现。消防局表示，有找到失去联络的人，不过已经死亡。新北市环保局嘛赶紧提醒风卡的区域，包括永和、邦桥、土城，甚至是网家的民众，都要注意空气污染。若出门上好是挂喙罨，伫咧厝内窗仔门都要关好密。火拍花了后，空气品质应该会改善。在火灾当下，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个附近的空气品质、微感气的数值有偏高一个趋势哦。那今天早上的气候条件的确是比较扩散不佳的一个状况。若是发生火灾的所在，空气品质歹，吹来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内底有境外污染物。环境部指出，中国山东到上海迄颗粒仔，初3至初5出现霾害，这污染物会飞来台湾，致使咱的空气品质变歹，出现感染色的提醒，敏感的族群都要特别注意。初期来讲的话，会先影响到北部，那随着冷气团的南下，会把这一批污染物往南部带，受到山脉的阻挡，它的风速会减弱，所以可能会持续跟本地的一起形成一个累积的情况。中国上海到山东 PM2.5的高度，差不多伫每立方公尺65至160微克之间；到台湾会降到40至60微克，估计爱到初8，境外影响才会豆豆改善，初9才会完全消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甲台湾合作进行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研究，发现讲交通的污染物会扩散至200到800公尺的高度，那么做伙来了解。NASA 科研飞轮机飞过台湾中南部的空中。2024年2月到3月，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推动7海计划，甲咱环境部各内外学者合作，用2只科研飞轮机3架航向中南部，进行高雄、屏东3D 空气品质实验。我们以往都是从那个量，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于地形、地貌、气候，还有这个整个条件、扩散条件，它事实上是会影响空气品质。飞轮机在高精密的仪器会当掌握影响高雄、屏东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研究指出，污染来源是工业甲交通复合的形态，并且观测到探至200到800公尺的高度。有关监测到车辆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特色，互相关单位了解交通排放污染的扩散情形。高空的部分也有一些特征是来自于交通污染物，显见呢，我们的交通污染物在地面上排放之后，它扩散传输的尺度会有更大的范围。南高屏的这个空气品质的治理上面，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这种地形跟气象条件配合之后所产生的特殊现象，这样子才有办法搭配我们究竟要减哪边的排放污染。对2D 提升到3D 的气象甲空气品质的观测，一旦发现无同高度的污染物高度的变化，会因为气象的条件改变有无同款的状况。政府甲专家学者透过这寡数据，解析污染的来源，也会当让空气污染的管理变更较好，制定减少碳排的相关策略，来改善台湾空气品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文化总会制作的春节特别节目，今年已经第4档了。文总是表示讲，今年会邀请表现杰出的运动员来到 VR 舞台顶头。今年有冒日本来的神秘嘉宾，节目设计嘛有真侪台湾特色，办公会当来打造属于咱台湾人的29暝特别节目。2月16暗时8点开始，卖伫公司台语台放送。你做搞好啊表演，我跟你讲。
过年的时阵我无干嘛，我真是毛了。演艺界自请节日苗可丽叫台湾男团 Arkiss 爱好好表演，让大家笑甲变过。2016年由文化总会举办的过年节目 VR， 在29暝的放送，希望打造一场属于台湾人的大型29暝节目，邀请32组的艺人、47位的运动选手、600多位的学生共同来参与。我们想要打造一个属于真正台湾人的除夕夜节目。老实说很难，但很值得。很开心。我们真的已经要进入第4年了。这届主持人选题是第4年才活动，伊讲节目的设计、文化和音乐，拢有满满的台湾元素。为着要让阿公阿嬷和孙仔会当坐斗阵看电视，这届 VR 也希望打造一个9岁至99岁拢有共鸣的节目，陪伴无同世代的民众过好年。每一当过年的时阵呢，大家拢咧烦恼讲，即要食啥物菜啊，要讲啥物好话，但是今仔日免烦恼，阮拢已经甲你传便便啊，饭食了啊，来看好看的节目，规年就会顺顺利利，足有福气的。为着要带观众回去较早的歌厅秀，感受70年代过年的气氛，苗可丽和柯孝顺两人斗阵打造一场众家夜总会，邀请歌手罗时丰、孙淑美等台语歌手来感受年节的气氛。包括伊的场景，应该嘛是有针对咱较早过年的时阵的迄种。氛围，台语我白讲，迄种氛围气氛啊，迄种气氛，真正就是厝边头会招来大家吼同齐报道，然后呢唱歌开讲。VR 节目伫29暝暗时8点到12点，会伫咧公司台记台放送。文总邀请大家开电视、食团圆饭，配节目斗阵过好年。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今仔国内大陆冷气团热南哦，所以温度愈暗会愈冷。明仔载受到大陆冷气团跟辐射降温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各有东部天气拢会真寒哦。所以使用加湿的热水器、各有烧气，拢要特别注意。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华东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